感谢神，让我们再次能够回到他的圣殿里面来向他敬拜和赞美，让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左右前后的六个人，跟他们一起来问个安，跟他们说晚历平安。晚历平安。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到建成教会来参与服事。今天也算是我以这个神学生的这个身份，在这里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会这2次都会以这个教会的生活做一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还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讲道主题吗？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这个讲道主题是什么？在多元化中的什么？合一生活，很好，对，这样你们在听到的时候，确实是有专心的。如果你们忘记了没关系，还有机会再听一次，在哪里 ？YouTube 对了，非常好。请问是怎么去找到这些的信息？消光眼，还有呢，建成长老教会就可以了。可以吗？我没试过。好，是好，你们就可以从这个YouTube 里面可以再次的能够听其他讲员在这个信息里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好，上一次我跟大家弟兄们分享的是那个多元化中合一的教会生活，在保罗的观念里面。就是说，侍奉都是神的恩典所赐予我们的恩赐，这个功能发挥的时候，是要使教会得益处。所以，当弟兄姐妹们能够在合一的基础上，能够一起的发挥不一样的功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明确的神学观，是什么呢？什么是学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很棒，你们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在这个基础上，所以我们大家虽然有不一样，来自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样的基础里面来彼此的合一，来去服侍，来去一起的配搭。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非常的特别，有一个很特别的主题，教会跟教堂请问有什么分别？教堂是建对，然后呢？教会是生活。是差别在哪里？非常好，差别在哪里？再来，勇敢的讲出来。是的，要相信你自己。所以教堂是什么？是建筑物，所以是死的，对吗？教会是什么？是弟兄姐妹们，是吗？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对吗？所以我们这教会需要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你不成长就表示你什么？教会不成长就表示什么？老了，或者是什么？做小孩了缩小了或者是衰弱了，对吗？就是不是那么好，对吗？好，教会整体不断的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教会要成长，那我们说教会要不断整体的成长是什么意思呢？人数增加，还有呢？灵命增长，还有呢？爱神，还有呢？爱人，还有很多，是吗？所以教会可以有不同方面、不同的肢体都要不断的成长，这叫做整体的成长。而它指的不是指量的增长。很多时候我们说教会要成长，要成长，我们说人数成长，不是的。它不单只指它量的增长，也是指什么？质的成长。质的成长是指什么呢？就是你的属灵的生命要成长，
所以这是教会整体的这个不断的成长。而在这个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也看到第11节，有时候我们会对于这段的经文有一些的误解。第11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读的时候，他说有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这一些人的职分，他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教会整体的这个成长。所以，当我们讲成长的时候，我们有分教会整体怎么的健康成长，是不是？我们小朋友也是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在照顾小朋友的时候，我们给他成长，有分健康的成长跟不健康的成长，对吗？好了，一个小朋友要健康的成长，需要什么条件？爱，非常好，这很重要，非常对，爱，对，还有呢？要营养，还有呢？教导，还有其他的，对吗？是的，这些都是需要有的。只要上一次我们要分享，一棵树要健康的成长，它需要什么？水分、泥土，还有呢？对，怎么没有想到那个树自己呢？我们都是想外在的说，树自己本身要怎么样？它的树根、树叶，对吗？树干都要很健康的成长，对吗？所以同样的，回到来，教会如果要整体健康的成长，需要具备什么的条件和因素？健康的幸福。健康的幸福。还有呢？还有呢？什么？同心合一，很好。还有呢？改革很好，是哪一位讲的改革？很好，是对。所以我相信大家弟兄姐妹们对于教会要怎么样的整体健康的成长，我相信都有不同的一些的想法，对吗？也有不同的这个建议，这是非常好的。今天我就想让大家去思考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说让教会能够很健康的成长。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发现到，当教会去邀请信徒们参与服事的时候，是什么样邀请？是什么邀请？当教会去邀请信徒们来去服事的时候，是什么样邀请？在座的长老，还是怎么邀请？你可以的。我们这里缺这个位置，你可以来帮忙吗？来，你的来可以帮忙，是不是这样？是。可是我们也有想这样，教会或者是教会的领袖，当你要邀请信徒们来参与服事的时候，是否有足够预备他们的心？有没有？你说，我要请某个弟兄和姐妹，你要来进来服事的时候，你有没有预备他的心说，我想请你做什么，请你回去祷告？有没有说你也为他来祷告？你去给他很好的教导或者是培训，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多时候我们忽略这一点，特别是我也可能也看过一些就是教会的选举这个长老或者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听到一些执事跟我讲说，我被选了，选了之后，我不知道我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或者很不健康的一种的叫做推选的方式，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比如说你要选教会领袖的时候，你至少也要预备他的心，对吗？要跟他说，我要选你做执事。你教会也要告诉他说，所谓的执事长老的职责、职分是什么，对吗？然后你让他去祷告。然后去说，去向神来寻求，然后也去透过弟兄来去祷告，然后慢慢的也帮助他说，你从圣经里面看，你从其他的教会的历史当中，你去看什么是长老，特别是我们长老会的长老知识是负责什么样的事情。我相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是能够很好的预备给他们能够参与到这个服事里面去。
我们教会的领袖们需要不断的自我提升，来去追求圣经、神学、信仰各方面的成长，这个是非常需要的。不是说我们当了教牧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之后，我们的信仰知识或者是我们圣经神学会突然间的会变得非常的好，有没有这样？不会哦，我们还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追求、去成长。而只有当这样的领袖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成长的时候，才能够说也帮助到弟兄姐妹们去帮助到怎么的成长。当然，弟兄姐妹们也需要很努力、很谦卑、虚心的去学习，然后装备成为教会的服侍者。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单单只有教会的领袖有这责任，我相信像弟兄姐妹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跟看见，就是说我自己也要学习怎么去装备自己成为教会的服侍者。重点就是说，教会必须要有看见，在这个教导方面需要花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思和这样的一个计划。而很多时候，教会在编预算的时候，或是有明年的计划事务的时候，我不晓得有没有特别为着教会的长职同工接受培训，或者说上神学课程，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编排的预算，有没有？有吗？比较少，对吗？比较少。我鼓励教会，建立教会，以后将来让我们教会的长老，让我们教会的执事同工去上一些他们愿意去追求认识的，比如说神学的课程，或者一些圣经的课程，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能够去学习更多。其实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有学习更多的时候，对谁有这个帮助和益处？对谁？教会和弟兄姐妹们，对吗？因为他们学了之后，他们回到教会里面，可以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能够也学习。以弗所书第4章第13到14节讲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念，来，1、2、3。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你要去坚定一个基督徒是否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不是说他信主多少年，是不是？并不是说他信主了10年、20年，哇，他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一定哦。如果你一直没有去追求、去认识神的时候，你20年，你还是可能是婴孩而已，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而如果建立他是长大成人，那基督长成的身量，我认为他是能不能够在面对一个复杂的这个世界里面，他能够坚守、持守基督信仰的立场和原则。就说不管他面对到在生活上、在事业上、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他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也好、诱惑也好、试探也好，他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他是什么，他是基督徒，他是属于神的。而当他要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要去怎么去面对解决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持守基督信仰的一个立场和他的原则。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属于能够表现出你是不是属于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很感恩，在过去的几个星期4的晚上里面，社青团契，我们特别是鼓励这一群的
社会青年。你知道吗？他们花了大概是1到2个月的时间，他们工作很忙，我知道，可是我去挑战他们，我去鼓励他们，我说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你们去尝试做些专题的研究，然后呢，每个星期来分享。我很感恩，就说他们这群年轻人，他们说好啊，我来试试看。你知道他们研究什么专题吗？他们研究专题很特别，他们研究基督教与耶和华见证人的差异，他们研究基督教与天主教的这个分别，他们研究圣经、释经、未经。请问这个容易吗？为什么不容易嘛？你要去真的去深入明白了解，真的不简单，很感恩。每个晚上他们花了1个月时间，每个晚上他们在台上，他们去呈现，哇！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说，哇，他们的分享内容非常的精彩，而且他们勇气可嘉。我们当中只有2位是执事而已，其他都是可能是信主不久的，或者是说他们可能说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些专题的分享。所以我看到他们能够站在台上勇敢分享，我觉得心里面很感动。希望将来有机会，我鼓励他们，就说有机会在教会里面来向信徒们来分享，让信徒们得到更多的帮助，去认识什么是耶和华见证人，天主教跟基督教差异性在哪里等等。而更感恩的是，我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们愿意自我提升，他们愿意说，没有说抗拒，说我不要，我哪里有时间？我工作很忙，我哪里有时间？或者我逃避不要做事情，没有。他们说好，我们来去完成它。而且很感恩，将来建成教会有这群年轻人，他们被训练之后，他们就能够将来以真道来去守护建成教会。阿们。我也相信在座每个弟兄姐妹一样可以。通过我们彼此的努力去追求认识，我相信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真诚教会的祝福。在保罗这段的经文里面，他也认为说，恩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现今的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说看到很多的牧师，他凡事都能够做的，可以一脚踢、一手包办所有的东西？有没有看过这样的牧师？很少了哦，可能有了，很少哦。有没有看到传道牧师拜托一个人什么都懂的，只要你来到他面前，天文地理什么都懂的？有没有这样的牧师传道？没有，对不起，我就是其中一个不是，很少，而且也看到就是说，有些不是说有那么多的传道牧师，他也能够说透过用圣经、用神学。很有这个深度的来去分析可能世界或者社会发生的事情。我的表示是什么呢？就表示说，传道牧师他有接受过不同的训练，但是不表示说他是什么呀？他是万能的，不晓得说他什么都懂的。所以有时候我在带领小组或者团契的时候，我也告诉弟兄姐妹们，我说，当你们来问我问题的时候，当我不懂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会告诉他说，你可以给我下次再回答你吗？你不要不懂装懂，然后随便乱讲，这是不对的。我们有时候呢，看见自己的有限性。然后第二，在弟兄姐妹们当中，现在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所受的这个教育，
跟过去有很不一样，对吗？几乎在台湾来说，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一般上他们都有什么的教育？大学对吗？大学之后可能他们去研究院，甚至说做更多的研究，他们成为这个所谓的社会的这个很有出色的这个专家或者奇才专才。所以我看见就说，现在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跟过去可能不一样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他们在很多各方面，他们的表现都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好。有时候甚至我们做教牧的，也要向弟兄姐妹们来学习。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我要表达什么呢？我要表达是说，我们需要彼此的能够看见，就是教会的教牧或者是领袖们，我们必须自己知道，我们不是凡事都能的一个人，我们也不是凡事都能够全部都知晓的一个人。当我们面对自己有限性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当我们面对自己有限性，我们要怎么做？各尽其职。然后呢，邀请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怎么样？配搭来服侍，这个才是我们教会要走的这个方向。通过群体配搭的服侍，以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模式来发挥各自的功能，帮助教会整体健康的增长与成长。在这层教会里面，我们也看见人才济济，对吗？我们这层教会有什么人才？说一说。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人才，对吗？在我们这教会里面，我们有诗班，然后有音乐家，然后有指挥，然后有专业的什么厨师、工程师，还有其他等等，对吗？我们教会有很多这种的很多的专业人士跟专才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要去多发现他们，发现他们的恩赐出来，发现他们的专才出来，然后接下来呢，邀请他们一起来跟我们去配搭，这样我们教会才能够一起的上下一起的同心合意，来去建立一个健康成长的这个教会。当我们说在基督里的合一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说在基督里面要合一的时候，就说当我们彼此在一起的配搭合作的时候，去服事的时候，就是凡事我们要为着荣耀上帝，然后教会整体的益处以及造就人。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一起的合一。而在合一的时候，我们面对当然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学习有位学者他所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在重要的事情上我们要怎么样？团结。在次要的事情上可允许什么？自由。而凡事都要凭爱心而行。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就在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彼此的团结；而在这次要事情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些不一样，可以说这样做那样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点自由的空间，让它去发挥出来。但是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要凭爱心而行。所以来到第三点，在基督的这个德的时候，我们讲爱心，我们所要学习的爱呢？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说，不单要什么真诚，也需要什么厌恶一切的不义。那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要有真诚。就好像我上次举例来讲的时候，当你跟弟兄姐妹们来去握手说愿你平安的时候，
你心里面真的是说希望他能够得到平安，是祝福他平安，不是说见到面的时候平安平安，可是心里面没有那种感动，这是不好。而在上个星期，康牧师不是跟我们分享吗？他分享什么？上星期的，应该还记得吧？上星期康牧师分享什么？要寻回起初的爱心。我们要找回我们失去的爱心。如果我们失去的话，不管是对人也好，不管对神也好，我们都要再次的去想，我们怎么样找回这个爱心来。而基督徒生活除了有爱的思想之外，也需要有真实的什么行动。就是说，爱不是什么名词，爱是一个什么动词。当你说你爱你的先生，当你说你爱你的太太，是不是嘴巴讲讲就可以了？可以吗？不行嘛，你必须要怎么样？有个行动出来，好不好？今天就请在座的太太或是先生，对你的另一半。用行动表示你爱他，用行动来怎么去表达出来？不能够只有单单只有那种想而已，必须要有行动。通过我们的行为活出基督的爱，在教会以爱活出基督的真理。在过去的几天，我们看到传道部他们办了一个什么结业式是吗？在社区的结业式。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以爱作为一个行动，来活出我们基督的真理。我们的教会不单说在教里面讲爱，我们将爱能够带出去我们周围的这个社区的朋友，吸引他们来到教里面。我们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关怀，用我们的陪伴，用我们的照顾，来去跟感受到这就是基督的爱。我也相信，当他们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温暖的。每一次我们感觉看到每个星期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教会敬会长老应该是会播上去那个 Facebook 的给大家看。我看他们是心里面那个脸很多都是充满笑容的，因为我相信就是他们真正的能够在教会感受到所谓的爱是什么。而这个就是基督的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个好的开始，我们已经在社区里面来将基督爱传递出去。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继续的加油，继续努力，将这个爱传递去更多，不单是向我们的社区，也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去传递主的爱。阿们。让我们教会的年少的也好，青年的也好，年长者都好，都感受到来到基层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有一个爱在我们当中。那么每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不是冷漠的，不是冷淡的，而是充满爱的温馨、爱的热情、爱的彼此的激励。当然，当我们谈论将爱心与真诚同时落实在牧养信徒以及教育的事务上的时候，需要很好的默契跟这个沟通的技巧。我相信这个可能大家有亲身经历过。爱心跟真诚两个放一起的时候，有时真的是很不容易去做出来。怎么说呢？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姐妹，她穿的衣服真的是很有问题。可是你见到她的时候，你为了说可能说为了说不要怎么样，你会说哇姐妹，你今天穿的衣服好漂亮哦。可是心里面是说，哎呀，你的衣服很多问题，颜色不搭啦，然后不是这样穿的啦，怎么样？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也是这样，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说开会的时候，我们说要去说这个是不对的。比如说为了
避免争吵怎么样？不对的也是要说不要了，不要讲了就好。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为了要维持表面上的合一，为了要和谐，我们选择不说诚实话。如果我们抱着一种虚假或虚伪的彼此来对待，请问对教会整体健康的成长是好还是坏？坏是吗？所以就是来帮助我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很不简单。有时我们说诚实话的时候，又怕可能对方受伤，或者是自己也受伤，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的时候，就是真的要给我们智慧。我们也不会说很冲动的去指责对方，反而要有什么那个技巧跟沟通的方式，来用爱心来去讲出我们的真实的话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这是人与人之间，我们彼此沟通互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注意的事情。也是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使得在教会里面如何以爱心来说诚实话，如何以爱心来活出信仰的见证，却不失去持守信仰的原则和立场。特别是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比教的领袖，可能对方是我们的朋友，可能对方是我们很好的一个知己，可是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在某些事情上是犯错了，或者在语言上有些的不恰当，说的不恰当。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说可能是怕失去了这个朋友，可能说怕导致彼此的不和，因为说诚实话不和，我们就算了吧，不要就让它继续的这样发生下去。我觉得这是不正确的。是错的事情，我们就要诚实说出来，这是错的；不对的事情，我们要指正对方，这是不对的，而不是说为了说要维持表面上的合一和谐，我们什么都不做，这是不对的。我们讲爱心、爱呀、包容，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去说用爱心说真实话的时候，我们有智慧的。怎么样去说出来，让彼此得到的是帮助，而不是伤害。阿们。愿神继续赐福建成教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教会的领袖、信徒们能够努力的不断自我的提升，然后追求对圣经、神学、信仰各方面的认识和成长。这个很重要。教会能够鼓励越多有教导神的话语，有去宣讲的话语是最好的。我看见现在教会有的是儿童主日学，有青少年团契，可是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成人主日学。对，未来的日子里面，我希望有成人主日学，还有呢，乐龄主日学，对不对？还可以有一些，还有小组查经班，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祷告的查经班也可以，分享会也可以，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聚会和管道，让彼此都能够在教会里面，甚至在家庭里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和这个帮助。然后呢，教会的领袖和信徒们能够通过彼此的配搭与服侍，以相辅相成的群体的模式，能够帮助教会走向整体健康的增长与成长。我们说过，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教会的什么？基督的什么身体的一个肢体，每一个人都是。也是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成为服侍者。可能你是手，你是脚，你是眼睛，你是其他的部分，但是你呢，都是我们教会基督里的这个肢体。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每个人
不是只有当然教育的牧师、传道、长老，就是在参与服事而已，而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参与其中，一起的为了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服事，一起的合一的来服事，使这个教会成为这个社区的什么的祝福，成为这个社区的这个脸，这个光。最后，靠主所赐智慧，以爱心说诚实话，在基督真道的信仰原则的基础上，以爱来活出基督信仰的这个见证出来。不管是在教会里面，在社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都能够活出基督信仰的见证来。通过在基督里的这个育群的，使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未来日子里面，我们能够信徒们能够得到好的造就，然后呢，能够彼此的在合一上一起的来去配搭服事，然后将福音来向外来去传扬，来使神的名字被荣耀、被高举。阿们。愿神帮助，也祝福建成教会。我相信未来建成教会会得到神的这个祝福和带领，能够在这个地区里面继续为主做盐做光，来去祝福所有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各位父母们，再次感谢赞美你，感谢赞美你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能够通过圣经的话语来使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应当努力的在去追求、去认识你。通过追求认识你，使我们有这个知识，能够知道怎么去服事你，去传扬福音。也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彼此服事的时候，都能够很清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愿意在合一的基础上，我们不分彼此，我们一起来服事。也可以恳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各方面的可能讨论，各方面的计划需要去进行，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人与人之间这彼此沟通的过程当中，使我们有这个智慧，懂得怎么的去配搭，怎么去服事，使我们以爱心能够来去彼此的包容，彼此来去配搭，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得到这个教育，得到这个群体的这个配搭模式，以及这个爱心的这个基础上，使我们能够将你的名字被高举，将你的福音传给周遭的人。感谢赞美你，愿你继续赐福这个教会未来的这个日子，未来的这个服事，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